女孩们来啦！昨天没有你好孤单哦。很孤单吗？对。但是其实我真的很想。杨丞琳性不性感？我也是个这么人的念头，现在他耳边说谁知道？我的心在你眼里不再动动，爱情太过分的痛。Lady， 谁隐形美丽？没问题，灵魂是水做的，谁下了标记？终会与说尽，他们是了最廉价的那种。女孩们加油，为何你要加油？这世界是谁装酷爱呀？为生命开头，还要小心善后。这世界是谁在等待？我的女孩们来啦！昨天没有你好孤单哦。很孤单吗？对。但是其实我真的很想。杨丞琳性不性感？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里面明明是一件运动内衣。好性感哦！所以我今天人很够朋友，我包得很紧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你包太紧了。包太紧了。我本来很期望你可以露更多，因为站在你旁边真的好险。我今天早上量体重44.8，不然我真的不配站在你旁边，因为你太瘦了。我还好啦。你没有。第二次是在北京，青春住了谁？青春住了谁？所以我不仅仅青春住了你，我在这出道20年当中，你也真的是牢牢的在我的心里耶。谢谢心灵。好，谢谢陈琳。